立秋一過，天地磁場正式換班，上半年破過財、受過氣、做錯決定，到今日仲喺度埋單嘅人，唔好再認命。火勢一退，金氣入場，3個生肖會由谷底突然轉向，最早見錢嗰個反而最容易再次漏財。仲有2種貼身顏色，立秋後着啱，貴人同財路會明顯靠近。邊3個生肖，邊種顏色最旺你？後面逐樣拆清楚先點讚訂閱，再喺留言區打低8個大字：立秋轉運財神入屋。好多人以為立秋只係日曆上一個名，出面仍然咁熱，冷氣仍然開到最大，運勢邊有可能已經轉？佢呢個觀念一定要改，節氣轉換，唔係等你着長袖先開始。立秋一到，大自然嘅氣已經由向外散，慢慢變成向內收。日頭仍然熱，但夜風開始唔同，人心亦會由上半年嗰種急住衝，慢慢轉為計數、整理同重新選擇。夏天屬火，火代表速度嘅名氣、曝光同衝勁火，用得啱，人會有膽敢爭取，敢行第一步。但火過量，個人就會失去停頓。睇到朋友話有平貨，你未計成本就落訂；公司話有升職機會，你連責任同人工都未問清，就將所有工作接晒件。某樣投資升得快，個心驚執輸，錢一轉出去，個價就開始跌。上半年好多人唔係冇能力，係每次都快咗半步返工一樣。上司語氣重少少，你即刻覺得對方針對自己。同事提出唔同意見，你未聽完第一句已經頂返轉頭。原本可以坐低處理嘅工作問題，最後變成人事鬥爭。返到屋企，火氣更加容易爆。明明只係一個外賣盒未掉，講幾句就扯到供樓家用，同幾年前邊個冇幫過邊個，嗰餐飯仲未食完，成屋人已經冇人想出聲。火最傷人嘅地方唔係天氣熱，係令人喺最唔應該落錢嗰一刻，偏偏覺得自己今次一定睇得啱。立秋之後，金氣開始入場，金代表數字合約、規矩、界線同埋決斷。之前覺得唔好意思追嘅數，會開始咁追。既然怕得罪人而接落嘅工作，你會重新問清楚，究竟包幾多、幾時交，同埋做多咗有冇錢收。抽金最重要嘅作用，唔係送一筆橫財俾你，而係先幫你將漏財口揾出嚟。一門生意表面有收入，但扣除時間運輸、退貨同人情折扣之後，原來每做一單都是上半年你唔肯認，因為已經放咗太多心機落去。立秋後你開始肯睇實數，先知道停低唔係失敗，係救翻之後嘅現金。等金氣收好個局，水氣就會跟住入，金能生水。水代表資金流、人脈流、資訊流，同埋一件卡住好耐嘅事，終於有方法轉換。之前一口咬死唔肯付款嘅人，可能開始願意分期。幾個月冇消息嘅面試突然再揾你，舊客覺得你做事穩，會將新客帶翻嚟。呢個就係金水相生，先收亂再通財，先將錯嘅人同錯嘅決定清走，真正有價值嘅機會先有位入。而衣服顏色點解會喺立秋後特別重要？因為衣服係每日最貼身，亦跟住你最耐嘅風水環境。屋企一件擺設，你出門之後就見唔到件衫，由朝早陪你返工、見客、開會、傾錢，去到夜晚先除低。顏色唔會代你返工，更加唔會令一個完全冇準備嘅人突然發達，但顏色會影響別人。第一眼點睇你，亦會提醒你今日應該用咩狀態做事。上半年火旺，紅色、橙色、鮮紫色用得太多，容易將本身嘅急躁再推高。尤其嗰啲一心急就講錯說話，一受刺激就亂買嘢嘅人，立秋後唔好再由頭火到腳。真正適合下半年嘅2大色系，一組係白金色系，一組係藍黑色系。白色同金色帶金氣，幫你收成立規矩，睇清數字。藍色同黑色帶水意，幫你冷靜轉彎，同埋令財路有流動空間。但係究竟邊一個生肖最需要白金，邊一個最需要藍黑？答案唔係全部人一樣。今次立秋後轉勢最明顯嘅係生肖狗、生肖虎同生肖羊，三者行嘅唔係同一條財路，有一個靠舊狗翻身，有一個靠攞翻話事權翻身，仲有一個起步最靜。但一張訂單就可能將過去大半年嘅辛苦全部扭轉。先講生肖狗，屬狗嘅人上半年最屈嗰一幕，
通常發生喺會議室，一個項目由開始已經亂資料交遲，客人改要求，其他部門又唔配合，你見件事就快大鑊，只好逐樣執翻好。同事漏咗嘅資料，你補客人發火，你聽上司臨時要改，你夜晚留低做，去到項目出錯嗰日，所有人突然記得一件事，呢個項目一直係你跟喺張台前面，聽住有人將責任一件推過嚟，心入面真係火到震。最難頂唔係捱鬧，而係你知道成班人都清楚真相，偏偏冇一個出聲生肖。久重情義，亦習慣替人頂住。你怕當眾拆穿同事場面會難睇，你怕同上司講清楚會俾人話唔合作，結果人哋見你次次都接，就將原本屬於自己嘅責任愈推愈多。有功勞嗰陣，大家話係團隊合作出事嗰陣，全房人望住你做生意嘅生肖狗。上半年亦容易俾熟人拖累對方，一開始拍心口話月底一定過數，到月底就話客人未俾佢，再追就話下星期。你追到第5次，對方竟然反過嚟問，識咗咁耐點解咁唔信任佢？你明知唔對路，仍然接多一張單，因為你心諗之前嗰筆都未收，如果而家唔幫佢，可能連舊數都冇。就係呢個想法令個窿愈扯愈大，有啲熟狗人仲試過投資失利，本身唔係貪心，只係見屋企開支愈來愈重，想多一條收入。朋友講到機會好穩，仲話自己放咗好多錢落去，你信咗人情，冇睇清文件，等真正有事，對方已經唔覆電話，夜晚熄咗燈，佢拎住部電話不停睇戶口啊、卡數、供款、學費、保險，一筆一筆排住。你唔敢同屋企人講真數，朝早仍然照常返工，個心其實已經攰到連嬲都冇力。立秋之後，生肖狗第一個翻身信號未必係錢，係一封舊電郵。公司可能換咗主管，新主管唔識以前嗰班人情，只睇記錄。佢翻查項目，發現真正一路追資料、提醒風險同埋處理客人嘅人係你。以前最識搶功嗰個，講得幾好聽都冇用，時間記錄、信息同文件唔會陪佢做戲。呢個黑鑊未必有人正式同你講對唔住，但係新主管會做一個動作，下一個重要項目，佢唔再叫你幫手，係直接叫你負責。兩個字睇落差唔多，實際完全唔同。幫手代表出事有你份，決定就未必有你份。負責代表你可以定流程、分工作，同埋要求每個人交代自己嗰部分話事權。一返嚟，生肖狗嘅事業先真正開始轉到白露前後，舊數會喐追咗幾個月嘅貨款。可能因為對方公司換咗財務人員，突然有人聯絡你核對資料，一直未批嘅佣金會重新有人處理，亦可能有個舊客主動揾翻你，唔單止結清舊數，仲帶一張新單過嚟。生肖狗最先翻嚟嘅財，通常唔係全新嘅錢，係過好應該屬於你，但係一直卡住嗰部分，有人會收到退款，有人會收到補發佣金，亦有人將屋企放咗幾年嘅器材放上網，竟然有人願意用合理價錢收呢啲錢，未必令你一夜變成有錢人，但係足以鬆開一條勒咗你好耐嘅。有個屬狗嘅人追咗一筆尾數大半年，佢已經當自己試咗，連信息都唔想再發。立秋後，對方公司總組新負責人清舊照，主動叫佢補返文件。嗰筆錢入戶口之後，佢冇去食大餐，亦冇換電話，而係先清咗一張每個月食緊高息嘅卡數。下一個月出糧，佢第一次發現人工唔使再大部分交俾利息。生肖狗真正嘅大翻身，唔係街上面突然執到錢，係戶口開始唔再俾舊債咬住。寒露之後，之前嘅爛攤子會變成經驗。公司有一個其他人唔敢接嘅項目，你最清楚邊度會出事。做客知道你有交代，會介紹更大客戶。以前覺得自己次次蝕底，立秋後先會發現可靠本身就係一項值錢能力。但生肖狗要過一關，立秋後邊個仲同你講？大家咁熟唔使寫清楚，邊個就最可能係你下一個漏財口。人情可以留，規矩唔可以冇。借錢之前先問自己，
呢筆錢收唔返，會唔會影響交租、供樓同照顧屋企？如果會，就唔可以借生肖狗立秋後，最適合以白色做主色，再配深藍色、白色幫你將界線講清楚。深藍色幫你預示唔再心急，要追數簽文件，或者見重要客戶嗰日，可以加少量金色配飾，唔需要誇張，一隻手立、一個眼鏡框已經足夠。如果生肖狗輸在人情，下一個生肖上半年輸嘅就係太想證明自己。生肖虎最屈嗰一幕日亦喺會議室，但佢坐嘅位置同生肖狗唔同。生肖狗係坐喺度替人背責任，生肖虎係坐喺最邊嗰張。明明成個方案係自己諗，卻冇資格作最後決定。上半年你有想法，上司話未成熟，你指出流程有問題，對方叫你照舊做過幾日。同時將你個方案換幾個字再講一次，全房人竟然話好，你望住投影幕，心入面知晒發生咩事，但屋企要交數，你唔可以即場拍台，嗰口氣只可以吞落去。返到屋企先一個人發火，屬虎嘅人最怕冇得話事，忙唔係問題，最難受係你明明知道點做會更好，偏偏每一步都要等一個根本唔明漢薄嘅人批准。做生意嘅生肖虎上半年更加容易進退兩難，產品整好，廣告費落咗，客人有問冇買，租金、人工、貨款日日照計。你每日開門前都話再頂一個月，夜晚掃完錢後忍唔住問係咪自己真係揀錯路。生肖虎本身有膽，火旺嗰陣更加想快啲證明自己，越想贏，說話越硬，合作夥伴動作慢少少，你就覺得對方拖累自己。屋企人提醒風險，你聽成唔支持。上半年你真正輸掉嘅未必係一張單，係別人開始覺得你能力有，但唔夠穩。立秋後金氣會將生肖虎嗰團亂衝嘅火慢慢收成一把有方向嘅刀，你唔再逢門就撞，開始睇清楚邊一道門後面有資源，邊一度只係浪費時間。白露前後生肖虎要留意一張危，公司有人離職，即部門重組或者一個新項目突然冇人敢接，以前一直冇資格坐上去嗰個位置會短暫空出嚟，上司可能唔會即刻講升職，只係叫你暫時頂住。呢個時候唔好嫌名分未到，亦唔好急住問點解人工仲未加先坐穩。嗰張唔將數字做出嚟，有個屬虎嘅人上半年一直做副手，大小事情都由佢處理，出面只識得主管個名。立秋後公司開一條新叫務線，原本幾個主管都唔肯接，最後叫佢試人手唔多，預算亦唔鬆。佢第一日冇急住買設備，專停咗幾項冇回報嘅開支，再揾翻舊客試市場，工作流程重新排過，邊個跟客邊個交貨全部寫清楚。2個月之後，個項目開始有穩定收入，公司將原本固定人工改成底薪加項目分紅。以前做多做少都係同一個數，立秋之後佢第一次見到自己每一個決定真係會直接反映喺戶口，呢個先叫生肖虎財富打開，唔係突然有人送一袋錢，而係能力同收入終於連埋一齊。想壯驗嘅生肖虎寒路，前後會睇到一條更實際嘅路，家居維修、清潔、老人照顧、飲食、物流、教育、寵物、網上銷售同內容製作呢類可以解決生活麻煩嘅工作，比純粹追潮流更加穩。但係唔好一開始就租大地方先接一批客，睇有冇回頭可以收訂金，就唔好再自己笨晒成本。將服務範圍寫清楚，先處理現金流，再諗排場。生肖虎下半年最危險嘅唔係冇機會，係第一張大單一落實就覺得自己已經贏，立即租大煲買最貴器材，再請一班人，收入啱啱起步，固定成本已經推到最高，下一個月訂單少一點，壓力又將你燒翻轉頭。立秋金氣要教生肖虎嘅唔係縮，而係準客人有固定回扣先增加人手，收入穩定一段時間先擴大地方，手上未有足夠現金。唔好為咗俾人睇到自己成功而借大錢撐排場。生肖虎最適合白色配黑色，或者深藍色白色收住火，深色令你判斷穩。要見管理層傾分成，或者上台做重要匯報，可以加少量金色。你要俾人感受到嘅唔再係我好有火，而係件事交俾我
我做得到前面兩個生肖，一個要洗清舊罩，一個要坐上主位。最後一個生肖立秋後嘅財路會靜好多，但佢一喐可能就係一張令你幾個月都唔使再愁嘅訂單。生肖羊上半年最辛酸嘅地方係做咗好多冇人睇到。公司最麻煩嘅客係你跟客人鬧，係你聽。事情處理好之後，上司就話係全隊努力，你早返遲走幫同事頂更，自己想請一日假反而怕俾人話唔負責。屋企亦一樣，朝早整早餐，送細路返學，放工買餸，老人家覆診，又係你陪自己條腰痛咗幾個月，仍然同自己講遲啲先處理，因為大家習慣咗你會頂。所以冇人再問你攰唔攰。做小生意嘅生肖羊，上半年可能日日忙足10個鐘，客人睇多買少貨品，擺完又擺，價錢改完再改，夜晚收煲掃完一日，收入扣除租金、水電同貨款，發現自己只係勉強夠過。生肖羊唔中意爭，亦唔習慣將自己講到好叻。最大問題係市場唔會自動知道你有幾好，客人一講預算有限，立即減價，對方話再改多2次，你怕失去個客，免費做埋，結果訂單有，收入亦有，真正留喺戶口嘅錢卻唔多。生肖羊上半年唔係冇客，係有客都賺唔到錢。立秋後，雙合嘅人際力量會開始落到實際合作。第一個信號通常係有人介紹你，舊客帶一個朋友過嚟，供應商主動俾更好條件。公司有位置空缺，一個平時冇乜同你講嘢嘅高層突然點名叫你試，你可能覺得奇怪，佢平時根本冇讚過自己。其實上半年你點樣處理麻煩，點樣對客人有交代，對方一路睇緊真正要揾可靠嘅人嗰日，佢先會記起你有個屬羊嘅人，平時喺屋企整食品俾熟客。上半年每星期做幾十盒，收入唔多，仲成日俾人問可唔可以平啲。立秋之後，一個舊客食完覺得好，介紹俾公司做活動，電話打過嚟嗰陣，對方問嘅唔係10盒20盒，係幾百份，可唔可以按時交。生肖羊第一個反應通常係驚自己做唔切，驚開價太高，嚇走對方，亦驚要揾人幫手會增加成本。但今次佢冇再用平時嗰個人情價，材料、人工、包裝、運送全部計清楚，再收一部分訂金先開始。第一張單完成之後，公司同事再落私人單。原本一個活動慢慢變成一批固定客，外人睇到嘅係突然爆單，真正令佢翻身嘅係佢終於第一次用做生意嘅方法，而唔係用幫朋友嘅方法收錢做設計、剪片、翻譯文書會計、教學嘅生肖羊亦一樣。白露後會遇到一個尊重專業嘅客，對方肯俾合理價錢，工作範圍亦講得清楚。第一單做完，仲介紹同類客戶過嚟。你以前四圍問人有冇工作，下半年開始有人問你幾時有期生肖羊嘅編裁，多數由合作轉介同長期訂單而來。另一半可能願意暫時分擔部分家庭開支，等你試一門副業親戚，啱啱有地方或者設備，可以用較低成本俾你開始。以前一直差過一塊，會有人補上。但生肖羊立秋後最怕嘅唔係冇訂單，係訂單突然多咗，自己仍然按舊價收錢，忙到連食嘢都冇時間，月底戶口卻冇多幾多，咁就叫有運冇財。價錢、數量、交貨日期、修改次數同付款方式開始之前一定要講清楚。真正嘅貴人唔會因為你收合理價錢就嬲，只有一心想攞着數嘅人，只會用大家咁熟壓你。生肖羊適合米白色配深藍色，米白保留親和力，深藍增加專業感。你要令人感受到你仍然好相處，但唔再係一個可以無限免費加工作嘅人。3個生肖講到呢度，大家應該睇得明。生肖狗靠舊價回流，生肖虎靠主導權生財，生肖羊靠計人同訂單聚財，但最後留唔留得住唔值睇生肖，仲要睇立秋之後每日穿喺身上嗰齊貼身風水。前面講2大色，係真正主色，其實可以收得更簡單。白色同深藍色，金色可以做白色嘅互助，黑色可以做深藍色嘅互助。點解將主色定成白同深藍？
因為白色夠乾淨，容易配搭，亦最能呈現抽金嗰種清楚同利落。深藍色比純黑柔和，仍然有水意，同時唔會令人睇落太沉。返工見客可以白色上衣配深藍色褲或者裙，需要追數簽文件同人講清楚工作界線就用白色做主，再加件小金屬配飾。要處理投訴、傾合作或者見一個情緒比較急嘅人，深藍色做主會穩好多。管理層開會可以深藍配白，做銷售需要親和力可以白色做主，再用深藍袋或者外套壓住浮躁。金色只要少量手勒、眼鏡框、耳環、裂扣，揀一樣就夠。全身金光閃閃未必叫旺財，可能只會令人覺得用力過度。黑色亦一樣可以做褲鞋或者袋，但唔好由頭黑到腳，令自己睇落冇精神。水氣要穩，唔係要沉。紅色、橙色、鮮紫色立秋後唔係完全唔可以用，非要上台做宣傳或者增加少量人氣，可以用一點做點掂，但本身已經脾氣急。近期成日衝動使錢嘅人就唔好將火色做全身主角。衣服風水最怕一件事，顏色啱件衫卻皺晒，鞋底污糟，袋入面塞滿舊單據，身上仲有異味，財神未必真係俾你嚇走，客人就好可能先走。所以立秋前後要整理衣櫃，3年冇着過又唔合身嘅衫，唔好再塞住甩爛拉鏈，可以整就整，唔會再着就處理。你每日打開衣櫃都見到一堆冇用嘅選擇，朝早未出門已經開始亂衣櫃清楚。個人做決定亦會快而準。接住要睇屋企大門，大門係一家人每日接外面消息、工作同人脈嘅入口，鞋子箱、雨遮同垃圾全部堆喺度。門一開已經要側身行，見屋企人每日出門第一個感覺就係煩唔着嘅鞋，收好紙箱，唔好留幾個月。門突污糟就洗，爛咗就換。門核有聲要處理，門鎖唔順要整，門口燈壞咗即刻換。大門一乾淨，最先改變嘅係屋企人每日出入嘅情緒。朝早冇嘢阻住，個人冇咁急。夜晚返到屋企，第一眼唔係一堆雜物，火氣自然低一點，想加金氣。可以喺入門後穩固嘅櫃面放一個細小銅鐘，唔需要買古董，外形完整，聲音清脆就可以，唔好放地下，唔好塞。喺雜物後面亦唔好正對垃圾桶。每日出門之前輕輕動一下，個聲唔係將錢叫入屋，係提醒你今日所有金錢安排都要清楚，唔好亂答應，唔好因為人情即刻轉錢。屋企有人對聲音敏感或者銅鐘靠近睡房，就唔好成日搖。風水係令人住得穩，唔係為咗一件物件搞到全家心煩。想加水氣可以留意正北位置，正北喺客廳，可以放一杯乾淨清水杯，要完整，位置要穩，水要定期換，唔好擺一大桶。水放得太多長期唔換，只會有味，滋生蚊蟲，仲容易打翻一杯已經夠。重點唔係數量，係清潔同流動。正北如果係睡房，就唔好擺水，保持整潔，用少量深藍色物件已經足夠。睡房最重要係休息，唔可以為催財搞到自己瞓唔安樂。正北如果係廚房，就檢查水槽同水喉，竹記碗碟唔好堆過夜，去水位有味要清。水喉滴水一定要整一滴，水睇落好少，日積月累就係一筆錢，屋企長期漏水，就好似戶口每日都有一個細窿。但立秋後屋企最值得整理嘅金水庫，唔係夾萬，亦唔係廁所，係每日都會打開幾次，但係80人入面放滿拜財氣嘅雪櫃。雪櫃外面有金屬，入面低溫藏水，係現代屋企最實際嘅金水象徵。打開睇下，過期醬料、發霉蔬菜、食剩2啖嘅外賣，同唔知幾時開過嘅飲品，全部塞住。你以為放滿代表豐足，其實買返嚟又掉。只係將收入慢慢變成垃圾，揀一日將食物逐樣拎出嚟過期嘅處理，仲食得嘅，按日期排好，最快到期放前面。層架同門邊膠條全部抹乾淨，雪櫃唔好塞到連冷氣都行唔到。肉類、蔬菜、飲品分開，每星期睇一次，食得幾多先買幾多。一個月少掉幾包菜，少浪費幾盒肉，已經係最實際嘅聚財。雪櫃頂亦唔好堆滿紙袋、舊藥同用唔着嘅小電器。你每次打開見到嘅係清楚同有秩序，買嘢時自然少一點重複。
銀包同戶口亦要一齊整理，過期收據、用會餘卡同亂七八糟嘅紙全部清走。每星期固定一晚睇清楚收入幾多，固定開支幾多，邊筆債利息最高。立秋金氣最怕逃避數字，你唔敢望個數，就永遠唔知道財由邊度流。第一筆額外收入到手，3個生肖都唔好急住，證明自己翻咗身。生肖狗最容易借俾人，生肖虎最容易攞去擴張，生肖羊最容易繼續用人情價做生意。犯中任何一樣，前面翻嚟嘅財都只會變成過手錢。第一筆錢先處理高息債，再留一部分現金，之後先考慮改善工作工具或者學習真正用得到嘅技能。第一筆財係種子，唔係煙花。煙花放完得一陣光，種子留得好先會再生。立秋後第一段時間，你未必即刻收到一大筆錢，最先出現嘅變化可能只係信息有人覆，個心冇咁亂，或者一項長期漏錢嘅開支，終於停低。唔好嫌呢啲變化細，運勢反轉，通常先停止向下，之後先慢慢向上。白露前後工作，舊客同合作會明顯喐。寒露之後，佣金訂單、職位調整同拖延款項先會逐步落實。立冬之後最重要係守住第一筆錢，守住已經修補好嘅關係，亦守住自己，唔再回到上半年嗰種急同亂。玄學唔會代你返工，亦唔會保證一件白衫可以令你一夜暴富。玄學真正幫你嘅係喺對嘅時間提醒你，用對嘅方法。火旺嗰陣識得停，金入場嗰陣識得整理水開始流動嗰陣，捉緊真正有價值嘅人同機會。上半年受盡委屈嘅生肖狗立秋後，唔使再四圍解釋，將記錄留好，將責任分清楚，時間會替你洗清黑鑊。生肖虎唔好再用脾氣證明自己，將一個混亂項目做出數字話事權，自然會返到你手上。生肖羊更加唔好再覺得收合理價錢係貪心，你嘅時間、經驗同信用全部有價值，咁接住一張大單，亦要敢為自己留下利潤。今晚返到屋企，唔使一次做10樣，揀好聽日要着嘅白色同深藍色配搭，清走大門附近一件雜物，再打開雪櫃處理一樣過期食物，最後將最大嗰筆債寫低。你敢面對最亂嗰個位置，財運先有地方轉。你仍然逃避過數，仍然日日衝動使錢，着幾多旺財顏色都只係一件衫。立秋一過，上半年嘅辛苦可以翻篇，但教訓一定要留下。曾經拖過你數嘅人，以後要留記錄。曾經令你熱錢嘅決定要變成規矩，曾經因為火氣而疏遠嘅貴人，值得修補就主動行一步。願生肖狗舊數回流，小人退開，付出終於有人睇見。願生肖虎攞翻話事權，收入跟住能力上升，創業同升職都遇到真正肯俾資源嘅人。願生肖羊客源增加，合作順利，過去默默做過嘅一切終於得到合理回報。亦祝每一個聽到呢度嘅人，立秋之後時來運轉，財路重新接通，屋企少一點爭吵，戶口多一點底氣，老人家健康平安，一家人食得安樂，瞓得安穩。最後再喺留言區打低8個大字：立秋轉運財神入屋。呢句唔係叫你坐喺度等財神，而係提醒自己由立秋開始換一種生活方法。着啱白色同深藍色，令自己每日保持清醒。執好大門同雪櫃，截住最細嘅漏財位，將人情同金錢分清楚，唔再因為心軟、心急同唔好意思，將啱啱翻嚟嘅機會再次送走。天地已經轉氣，你捱過上半年最難嗰一段，接落嚟要做嘅，即唔係四圍追運，而係將自己穩住。當財路行到門口，你要有清醒嘅頭腦開門，有足夠嘅能力接住，亦有規矩將筆錢穩穩陣陣留喺自己屋企。各位街坊、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嚟到居明聚寶堂。喺正式開始今日嘅內容之前，我想先作一個簡單嘅聲明。本期影片緊接由民俗五行命理體系對傳奇養生四哥孑然一身嘅生活習慣進行客觀探討與分享，不涉及任何八字初算或者八卦謠言。我哋懷住無比沉痛同敬意嘅心情，
祝福四哥一路好走圓滿。謝幕講起四哥，自然大家腦海入面第一個畫面一定係佢幾十年嚟，無論室內室外，甚至深夜都唔會摘下嘅黑超墨鏡。四哥嘅墨鏡形象早已經超越咗單純嘅時尚潮流，成為香港流行文化一個永恆嘅標誌。由粵語片年代嘅風流倜儻，到電視劇《千王之王》嘅霸氣登場，再到晚年每次公開亮相嗰陣嘅從容瀟灑，四哥臉上嗰副黑超從來冇離開過佢，甚至連佢個仔謝霆鋒都曾經開玩笑話，唔知道爸爸戴住眼鏡點樣瞓覺。你話一個人點解會將一副墨鏡帶到成為身體嘅一部分？咁呢個問題多年嚟有好多猜測，有人話係因為四哥覺得自己雙眼太有電力，費事電親人；有人話係一種自我保護，唔想俾人睇穿佢嘅內心。但係今日居明聚寶堂想同大家從另一個角度，從五行命理同面相氣息嘅角度去拆解呢個終身習慣背後可能隱藏嘅玄學密碼。呢個密碼我稱之為四個命格中驚人嘅借火改運術，而且呢個方法嘅智慧，就算係我哋普通人都可以從中獲得啟發，應用喺日常生活入面。要理解四哥點解要終身戴黑超，我哋首先要由佢嘅命格講起。根據公開嘅資料，四哥生於1936年8月13日，呢個時候如果按季節劃分，佢係屬於秋天出世嘅人。好多街坊學過我哋之前嘅餓命學，可能會話秋天出世係餓木命，要補木同補火，呢個講法冇錯。但係如果要更深入去睇，就要講到專業八字嘅範疇。四哥出生嗰日嘅天干係癸水，而佢出生嘅年份係丙子，年子係水。8月雖然立秋，但係暑氣未消，理論上應該帶有熱氣。不過佢嘅八字整體格局經過專業分析，其實係金水極旺，形成咗一個金寒水冷嘅格局。呢類格局嘅人靈魂深處極度需要火嚟溫暖，氣場就好似喺一個天寒地凍嘅冬天，你好需要一個暖爐去驅散身體同心入面嘅寒氣咁樣。水旺嘅人性格上比較冷靜、內斂、情感豐富，但唔輕易表露出嚟。而金旺就會加強呢種收斂同冷峻嘅特質。所以雖然四哥喺幕前永遠都係咁瀟灑不羈、談笑風生，但係佢內在世界可能係極度需要火嘅能量去平衡，先至可以令到成個人嘅氣場達到和諧。咁火喺邊度可以揾到呢？喺五行同面相學入面，人體有幾個部位都係屬火嘅，其中最關鍵最重要嘅一個就係我哋嘅眼睛。眼睛喺面相學入面代表嘅晶晶就係五行中嘅離火。你有冇發覺，當一個人精神飽滿行緊好運嘅時候，佢對眼係會發光嘅，好似有一團火喺裏面燃燒緊咁樣，俾人感覺好有自信、好有吸引力。但係對於一啲命格金水過旺、內在缺火嘅人嚟講，佢哋雙眼嘅離火就比較容易受到外圍環境嘅影響。如果雙眼長期直接暴露喺寒冷陰暗，甚至係過度強烈而帶有攻擊性嘅環境之下，呢團內在嘅火種就很容易被吹熄或者消耗殆盡。打個比喻，就好似你喺大風嘅戶外，想保護一支火柴唔好俾風吹熄，你就一定要用隻手圍住佢，等佢可以穩定咁燃燒。四哥一生佩戴墨鏡，特別係一啲茶色或者帶有紅色調嘅鏡片。喺玄學上，呢個並唔單止係一個裝扮，而係一種極具智慧嘅鎖火器行為。墨鏡嘅深色鏡片或者有顏色嘅鏡片，
可以有效咁阻擋外界過強嘅光線同埋負面嘅眼神能量，同時喺鏡片後面創造出一個相對封閉安全嘅小空間。呢個空間就好似一個能量罩咁，可以將佢雙眼嘅內在離火凝聚住、保護住，唔會咁容易俾外界消耗或者外泄出去。你諗下，四哥由年輕到老，經歷過娛樂圈無數嘅風風雨雨，接觸過三教九流嘅人，片場嘅燈光、記者嘅閃光燈，仲有公眾嘅注目禮，呢啲都係好強嘅能量衝擊。如果佢唔用墨鏡去保護雙眼嘅離火，可能佢嘅精神同氣場早就俾呢啲外在嘅嘢消耗晒。佢用墨鏡唔係要遮住自己，而係要保護自己最核心嘅能量。呢個可以話係玄學史上其中最成功，亦都最經典嘅潛意識改運案例之一。因為可能連四哥自己都未必有意識到呢個行為背後嘅五行原理，佢只係覺得咁樣做令佢舒服、有安全感。呢個就係潛意識嘅智慧。身體知道自己需要乜嘢。我哋再深入啲去剖析呢個鎖火氣嘅原理。喺中醫同傳統養生學說入面，眼睛唔單止係靈魂之窗，更加係五臟六腑之精氣所聚，特別係同肝臟有密切關係。肝開竅於目，而肝屬木，木能生火，所以眼睛嘅神采其實係由肝木所生出嚟嘅離火。你見到一啲經常熬夜或者肝火唔好嘅人，佢哋對眼好容易就會眼黃眼澀，冇晒神采。呢個就係因為佢嘅肝木冇辦法生火，令到雙眼失去光芒。四哥一生縱橫娛樂圈，應酬拍戲，通宵達旦，係等閒之事。呢啲都會消耗肝木同離火，但係佢用咗一副墨鏡，就等於喺雙眼之前加咗一個保護層，將肝木所生出嚟嘅有限火氣牢牢咁鎖住喺鏡片之後，唔俾佢無端端消耗。你再睇下四哥，佢雖然成日戴住黑超，但係你唔會覺得佢好陰沉、好難接近。相反，你會覺得佢有一種獨特嘅聲味同霸氣。呢個就係因為佢嘅離火冇泄漏，全部凝聚晒喺塊面上面，形成一個好強嘅氣場。呢個亦都解釋到點解有啲明星或者名人一出道嘅時候光芒四射，但係過咗幾年就變得好暗淡。可能就係因為佢哋唔識得保護自己嘅離火，俾外界嘅閃光燈、輿論壓力同埋複雜嘅人際關係消耗晒啲火氣。四哥嘅墨鏡就係佢嘅防火牆，幫佢喺呢個咁複雜嘅娛樂圈入面保存住最珍貴嘅核心能量。講完墨鏡，我哋再睇下四哥一生嘅事業軌跡。四哥一生奉獻咗俾演藝圈，由粵語長片嘅當紅小生到電視劇嘅經典角色，再到晚年間中參與電影，佢嘅人生同娛樂圈係密不可分嘅。呢個選擇喺五行命理上又係一個神禮之筆，因為喺五行當中，娛樂圈舞台上面嘅聚光燈、觀眾嘅掌聲同歡呼，仲有無處不在嘅名氣，呢啲嘢全部都屬於烈火行業。娛樂圈係一個好大嘅火爐，裏面嘅人每日都俾烈火煎熬，但係同時亦都可以借助烈火嘅能量，令自己發光發熱。我剛才講過，四哥嘅命格金水極旺，水旺嘅人喺錢財方面有一個特性，就係水旺難守財，因為水係流動嘅，嚟得快，去得又快。就好似好多藝人揾錢嘅能力好強，但係如果唔識得理財或者冇合適嘅渠道去沉澱啲錢，就好似倒水咁倒出去。四哥一生亦都經歷過好多次財務上嘅起起落落，呢個正正就係水旺嘅表現。但係四哥聰明嘅地方
在於佢並冇離開呢個烈火行業，反而將一生都奉獻俾影視同名氣。佢用咗演藝圈滾燙嘅名氣之火去蒸發自己命格入面多餘嘅寒水。你試諗下，一煲水如果放喺度唔理佢，會越積越多，最後滿瀉。但係如果你喺下面加把火，不停咁煲佢，啲水就會蒸發成為水蒸氣，上升到半空滋潤四方。呢個就係五行當中水火既濟嘅道理。四哥將自己命格潛在嘅財務動盪，透過不斷參與演藝工作維持名氣嘅方式，轉化成為一生嘅富貴同傳奇。佢嘅名氣之火唔單止幫佢化解咗水旺帶嚟嘅負面影響，仲令到佢成個人生都充滿光彩。所以話五行缺乜唔一定係壞事，最緊要係你識唔識得運用環境同自己嘅選擇去將缺點變成優點。四哥嘅人生就係一個最好嘅示範。講到呢度，我想同大家分享多一個角度。四哥喺演藝圈嘅形象，除咗墨鏡之外，仲有冇其他嘢係屬火嘅？當然有，你記唔記得？四哥喺千王之王入面，佢嘅角色羅四海，成日都係西裝骨骨、官仔骨骨，但係佢經常都會佩戴一啲紅色或者金色嘅飾物，例如紅色嘅領呔、金色嘅領帶夾，或者係一啲閃靈靈嘅袖口鈕。呢啲紅色同金色喺五行入面，全部都係屬火同屬金嘅顏色。紅色係火，金色雖然屬金，但係金色嘅光澤同閃亮，其實亦帶有火嘅特性。因為金要經過火嘅提煉先可以變得咁閃亮。四哥喺戲裏戲外都經常保持呢種火嘅打扮。呢個唔單止係角色需要，更加係佢潛意識入面不斷喺度為自己補充火運。你諗下，一個金寒水冷命格嘅人，如果成日都着黑色、藍色呢啲屬水嘅顏色，咁佢就真係會凍上加凍，運勢只會越嚟越低迷。但係四哥就唔同，佢選擇咗紅色、金色呢啲溫暖嘅色調，等自己成個氣場都保持住一種溫暖同光明嘅感覺。呢個就喺日常生活中好容易做到嘅借運方法。你唔一定要買好貴嘅衫，只需要喺你嘅衣着入面加入多啲火嘅顏色，就可以默默咁改變你嘅氣場。再講下四哥嘅晚年。四哥晚年嘅生活趨於平淡同安靜，好少公開露面，多數時間都係同屋企人一齊享受天倫之樂。你見到佢晚年嗰啲相，佢面上永遠都係掛住一個慈祥嘅笑容，成個人散發出一種從容不迫嘅氣度。呢種轉變喺命理上亦都係一個好值得學習嘅地方。火雖然可以溫暖生命，但係如果火太旺，長時間咁燒，生命嘅能量就會加速消耗，最後可能會燃燒殆盡。你見到好多藝人一生大紅大紫，但係晚年健康出問題或者精神狀態好差，呢個就可能係因為佢哋嘅火燒得太盡，冇咗後勁。四哥就唔同，佢晚年識得適度咁收斂氣場，減少公開露面。呢個就係將把火調細，用靜水嚟養生水，代表靜，代表休息，代表內在嘅智慧。佢由一個烈火階段慢慢過渡到一個靜水階段，令到生命可以達到一個新嘅平衡。呢個亦都解釋到點解佢可以健康高壽至89歲，而且直到晚年都咁瀟灑咁有尊嚴。呢個啟發咗我哋人生嘅每一個階段都有唔同嘅五行需要。年輕嘅時候我哋可能要近搏，要借助烈火去衝刺，但係到咗晚年就要學習收斂，用靜水去頤養天年，識得同自己嘅五行和諧共處，順應自然規律，先至係長壽同幸福嘅終極密碼。
你可能會問，咁乜嘢係靜水呢？對於晚年人嚟講，靜水就係一種平淡安穩、有規律嘅生活，早睡早起，飲食清淡，同家人朋友保持良好嘅關係，得閒去公園散下步、曬下太陽，同人傾下偈。呢啲看似好平凡嘅生活，其實就係最好嘅養生同養運方法。唔好以為晚年就一定要好積極咁去做運動，去旅行，去參加好多活動先至叫做充實。對於某啲命格嘅人嚟講，過度活躍反而會消耗所剩無幾嘅能量。四哥嘅晚年，佢好識得揀擇，佢會出席一啲重要嘅場合，例如仔女嘅活動，或者一啲好有意義嘅慈善活動。但係佢唔會再好似年輕嗰陣咁，乜嘢都去，乜嘢都參與。呢個就係有智慧嘅修煉，將剩低落嚟嘅火光用喺最值得嘅地方。所以你會見到四哥即使到咗89歲高齡，佢每一次亮相都依然係咁有型、咁有氣派，完全冇半點籠中老態。呢個就係因為佢冇浪費自己嘅火，而係好珍惜咁運用佢。好啦，聽完四哥呢個傳奇嘅借火改運故事，好多人可能會問：咁我哋普通人冇可能好似四哥咁走去演戲，又或者成日戴住副黑超嘅。咁我哋可以點樣借火運呢？其實我哋可以從四哥嘅智慧入面抽取出幾個好簡單嘅原則，應用喺日常生活。以下3個日常動作，無論你係冬天出生，天生缺火，定係想喺九運離火、大運入面提升名氣同人緣，都可以即刻嘗試。第一個方法就係保護你嘅雙眼。頭先我講過，眼睛係離火嘅窗口，你嘅雙眼有冇神采，直接反映出你當下嘅火氣足唔足夠。你有冇見過一啲人，佢對眼好濁好攰，好似瞓極都唔夠咁？呢個就係火氣唔夠嘅表現。人哋見到你都會覺得你好似冇咩朝氣貴人運，自然就差啲。日常你可以多做熱敷，用一條溫暖嘅毛巾瞓覺前，或者朝早起身嘅時候，輕輕敷喺對眼上面，大約5分鐘。呢個動作唔單止可以促進血液循環，舒緩眼部疲勞，更加可以為你嘅雙眼補充火氣，令你嘅眼神保持明亮有神。如果你係長期對住計算機或者手機嘅朋友，更加需要呢個習慣。當你嘅雙眼有火，成個人都會望落去精神飽滿，信心翻晒嚟，人哋見到你都會覺得你值得信賴機會，自然就會埋身。除咗熱敷之外，你亦都可以間中做下眼部運動，例如上下左右咁轉動對眼，或者望遠啲放鬆下。呢啲小動作都可以幫助你嘅眼部氣血流動，保持離火旺盛。第二個方法就係學習佩戴適合直姿嘅眼鏡。當然，我唔係叫你日日戴黑超返工，但係如果你發覺自己嗰排氣場比較虛弱，成日都冇嚟神氣，或者你即將要參加一啲重要嘅場合，例如面試、見客、開會，你想喺職場上更加引人矚目，得到上司或者客戶嘅賞識，你可以考慮佩戴一副適合自己嘅眼鏡，就算係冇度數嘅平光鏡都得。眼鏡嘅框最好揀一啲帶有溫暖色調嘅，例如大霧色、茶色、暗紅色，呢啲顏色屬火，佢可以加強眼部嘅火氣。眼鏡嘅作用就好似四哥嘅墨鏡咁，喺你嘅眼睛前面加一個能量罩，幫你鎖定神采，凝聚貴人運。有啲朋友可能會話：我唔慣戴眼鏡喎，咁你可以由一啲好輕身，戴到好似冇戴嘅款式開始嘗試。你會發覺，當你戴咗一副合適嘅眼鏡之後，你嘅眼神會更加集中，
講嘢都會更加有說服力。呢個方法尤其適合嗰啲工作需要成日面對人嘅朋友，例如銷售、教師或者服務業。一副合適嘅眼鏡嘅，可以令你嘅專業形象加分，同時亦保護咗你嘅離火。第三個方法，亦都係最簡單嘅一個，就係清晨熒光。太陽係大自然入面最強大、最純淨嘅火能量。每日朝早起身之後，你可以嘗試行去窗邊或者露台，面向東方，曬太陽大約5分鐘。記住，唔使直望太陽，咁樣會傷眼。你只需要閉上眼睛，放鬆心情，感受陽光照射喺你塊面同眼簾上面嘅溫暖感覺。觀賞金色嘅陽光由你嘅額頭、印堂、雙眼慢慢滲透入你成個身體，為你每一粒細胞都注滿火嘅能量。呢個簡單嘅儀式可以幫你一整天都充滿能量同動力驅散夜晚積累嘅寒氣同陰氣。對於冬天出世或者容易手腳冰冷嘅朋友特別有效。如果你個朝天陰冇太陽都唔緊要，你可以企喺嗰度觀賞太陽嘅光芒，一樣會穿過雲層，照射住你意念本身就有能量。只要你保持住正向嘅心態，一樣可以接收到火嘅祝福。我識得好多成功嘅企業家，佢哋每朝早都有呢個習慣。佢哋話呢個唔單止係一個養生方法，更加係一個同大自然連接為自己充電嘅精神儀式。你試下由聽日開始，每朝早少少起身，唔好即刻睇手機住，行去窗邊，同太陽打個招呼，感受下嗰份溫暖同能量。我相信你會愛上呢個感覺。聽完今日關於四哥傳奇一生嘅借火秘密，大家係咪覺得好有趣呢？原來一副終身唔摘嘅黑超背後，竟然可以藏住咁深奧嘅五行智慧。四哥嘅一生好似一本活生生嘅玄學教科書，佢用佢嘅生活習慣同人生選擇話俾我哋聽，命格嘅先天不足並唔可怕，最緊要係你識唔識得喺後天嘅生活入面揾到適合自己嘅方法去平衡同補充。佢嘅墨鏡，佢嘅演藝事業，佢嘅紅色裝扮，仲有佢晚年嘅靜養，全部都係佢借火改運大計嘅一部分。呢啲方法全部都唔使花好多錢，亦都唔需要你做啲好複雜嘅嘢，只需要你對自己有多一份了解，對生活有多一份觀察，你就可以好似四哥咁，將命運掌握喺自己手入面。好啦，今日嘅分享就差唔多到呢度。你身邊有冇朋友都係墨鏡不離身，或者好從意穿紅色、粉紅色呢啲亮眼嘅衣服？你又係邊個季節出生嘅人？你會唔會覺得自己成日都唔夠火，提唔起勁？好，歡迎你喺下面嘅留言區同大家分享你嘅想法同親身經歷，大家一齊交流一下你嘅分享，唔單止可以幫到自己整理思緒，更加可能啟發到其他街坊，等大家可以一齊從生活嘅細節入面發現玄學嘅樂趣。我哋嘅團隊會睇晒大家嘅留言，有時間嘅話，我都會親自回覆大家嘅疑問。如果你覺得今次呢個借用傳奇影星命格拆解日常五行轉運嘅內容對你有幫助或者有啟發，記住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等佢哋都知道原來改運可以咁貼地咁生活化。多謝大家，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居明風水堂，歡迎嚟到今日嘅節目。今日條片內容非常緊要，我眼請面幕前嘅靈一定要耐心啲睇晒佢，因為佢關乎到靈同靈全家大細喺2026年後半年嘅平安健康，以至係財運同行業
呢條片字字千金，全係實戰精華。情而家就撳個關注掣，只有訂閱咗，將來遇到風水上嘅疑難，先至唔會錯過我第一時間為您送上嘅化解良方。2026年係丙午馬年，赤馬紅羊。從命學同玄學嘅角度嚟睇，呢個本身就已經係一個充滿挑戰、變局同考驗嘅年份。而時間過得好快，轉眼間我哋已經嚟到年中，就快進入下半年啦。今日我喺度要同大家講一個令人有啲心驚嘅消息，Mark 就係2026年下半年嘅風水格局，佢嘅兇險程度會遠比上半年更加劇烈，整體局勢更加複雜，可以話係最近10年甚至20年都少見嘅一個兇局。點解我敢咁肯定咁樣講？因為喺玄空飛星風水嘅體系入面，時間嘅流轉唔單止係春夏秋冬嘅變化，更加係9粒星耀喺宇宙空間入面位置同能量此消彼長嘅過程。踏入下半年，隨住流月節氣嘅轉換，9星飛宮嘅力量會進入一個新嘅階段。幾大空星嘅力量唔單止冇好似好多人期盼咁減弱，反而會因為各種天文同數理上嘅巧合變本加厲，愈演愈烈。當中最核心亦都最值得我哋警惕嘅一點就係五黃會太歲，三煞會歲破，再加上三碧星同時飛臨3大方位，導致東南西北呢4個正方位每一個都暗藏殺機，每一個都存在巨大嘅風險。今年下半年我哋佈局嘅核心關鍵詞只有一個，佢唔再係求財，唔再係求事業，亦都唔係求桃花，而係化煞、化煞再化煞。化煞係我哋嘅第一要務，係第一原則，係壓倒一切嘅根本。只有先將啲煞氣化解咗，將平安保住咗，將我哋同自己家人嘅生命健康磁場穩固住，我哋先至有資格去講其他嘅嘢。大家一定要將呢一點牢牢記喺心入面。我哋今日就花啲時間，將2026年後半年屋企需要注意嘅4大兇位，佢哋分別會帶嚟啲乜嘢災禍，以及最重要嘅，我哋應該點樣換用風水物品同佈局技巧去有效咁化解。一次過同大家講清楚，講透徹。首先，我哋睇第一大兇位，亦係今年下半年所有兇位入面嘅重中之重，就係正南方。點解要將正南方擺喺第一個嚟講？因為佢係兇中之兇，係災禍嘅源頭，係今年下半年最需要我哋打醒12分精神去應對嘅方位。喺玄空飛星嘅理論入面，2026年五黃廉貪星呢粒巨大嘅兇星飛臨到正南方。五黃廉貪星係乜嘢？佢被歷代風水先賢稱為正關煞，係廉貪星，亦都係我哋成日講嘅戊己大煞。呢粒星喺9星入面性質最惡劣，主嘅係災禍、疾病、意外、血光之災，甚至係官司是非同牢獄之災。佢係全年當之無愧嘅第一大兇星。而更加棘手嘅係2026年按照干支紀年係丙午年，喺風水嘅體系入面，太歲方就喺正南方。乜嘢叫做太歲？太歲就係一年當中最大嘅力量，係地運嘅主宰。我哋成日講太歲頭上動土呢句話，意思就係喺太歲所在嘅方位進行修造動土挖掘，就係犯咗太歲會招來極大嘅禍患。而家五黃廉彈星呢粒最兇嘅災星，偏偏就落咗喺太歲所在嘅方位，呢個就形成咗風水上極為兇險嘅格局，叫做五黃會太歲。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個本身就兇神惡煞嘅壞人，手上又攞住足以毀天滅地嘅武器，佢嘅力量會幾咁恐怖？五黃星遇到太歲，佢嘅兇性，佢嘅破壞力何止係加倍，簡直係以幾何級數咁精奇。好多德高望重嘅風水前輩都坦言，呢個係歷年見過最學猛嘅五黃方，其威力
甚至會超出我哋一般人嘅預計同想象。所以如果寧屋企嘅正南方啱好係寧家大門，係一家大細每日出入必經之路。如果正南方係寧每晚上床瞓覺休息嘅租室，係寧一日入面留得最耐嘅地方，或者如果正南方係屋企嘅廚房，係舉火燒食之地，咁呢個方位對寧屋企氣場嘅影響就會係直接同巨大嘅。無論寧屋企正南方係乜嘢功能，只要佢屬於成日有人活動坐追嘅範圍，咁寧喺今年下半年就一定要打醒12分精神嚟提防。呢個方位喺今年下半年有3大忌引，我喺度同大家講清楚，一定要記住。第一，絕對唔可以動土，唔可以有任何形式嘅裝修改造、敲牆、種孔、釘子等行為，唔好話大興土木，就算係喺牆上面梗粒邊嚟掛幅畫，或者搬動一下沉重嘅家俬，都有機會驚動太歲同五黃煞，引發不可預知嘅後果。第二，要避免喺呢個方位擺放任何黃色嘅物品，因為黃色五行屬土，會從能量上催旺五黃星嘅土性，令佢變得更加暴躁兇悍。第三，要避免喺呢個方位擺放任何紅色嘅物品，例如紅色嘅對聯、紅色嘅地契、紅色嘅擺件，因為紅色五行屬火，火能生土，就好似俾五黃煞添加柴火，會令佢嘅兇性大發，一發不可收拾。從身體健康嘅層面嚟講，正南方對應嘅係離卦，離卦喺人身上代表嘅係心臟、係血脈、係眼睛、係頭部。如果正南方嘅五黃煞氣被引動，咁居住者就特別容易誘發心、腦血管方面嘅突發性疾病，例如高血壓、心臟病、腦梗、中風等等。同時都要注意眼睛方面嘅疾病同意外傷害。特別值得強調嘅係，離卦喺人物上代表嘅係中女，即係家中中年女性嘅運勢。所以如果寧或者寧屋企嘅女性長輩本身就屬於心腦血管疾病嘅高危人群，今年下半年一定要定期去醫院做體檢，做好全面嘅預防保健工作，千萬唔可以疏忽大意。咁問題嚟啦，正南方嘅五黃煞同太歲咁磨猛，我哋應該點樣去化解呢？方法其實唔複雜，但係關鍵在於我哋一定要用啱五行，做啱動作。喺五行生剋嘅原理入面，五黃煞屬於土，土嘅能量過於旺盛，我哋就要想辦法去泄咗佢過剩嘅氣身，而唔係去硬碰硬咁同佢對抗土能生金，即係話金可以消耗土嘅能量，將土嘅凶性轉化走，呢個就叫做以金時土。所以我哋可以喺正南方擺放一啲五行屬金嘅物品，例如銅製嘅葫蘆就係一個非常好嘅選擇。葫蘆本身喺風水上就有收煞化病嘅功效，加上佢嘅材質係碀，五行屬金，能夠有效咁泄掉五黃嘅土氣。又好似六帝錢，六帝錢係清朝最鼎盛時期6位皇帝嘅庭錢，匯聚咗強大嘅正氣同金屬性能量，同樣係非常好嘅化煞利器。另仲可以喺正南方擺放一個金屬嘅音樂盒，間中俾佢發出清脆悅耳嘅聲音，因為聲音都屬於金嘅一種表現形式，同樣能夠透過震動嚟化解煞氣。仲有一個更加簡單方便，人人都做得到嘅方法，就係喺呢個方位嘅地面上鋪一張灰色嘅地毯。大家記住，灰色喺五行中都屬金，雖然冇銅氣咁直接有力，但日積月累之下，同樣可以喺無形中削弱五黃嘅破壞力量。請大家一定要記住，正南方今年係重災區入面嘅重災區，必須要優先處理，馬虎不得。好咧，講完正南方，我哋順住羅盤嘅指針，將目光轉向同佢丟丟相對嘅第二個重要方位，正北方。喺2026年嘅風水格局入面，正北方同樣係一個充滿咗風險同變數嘅方位，佢所面對嘅問題同正南方緊密相連，但係又截然不同。
點解咁講呢？因為太歲喺正南方，而同太歲所在方位呈180度正對嘅方位，即係正北方，喺風水中就叫做歲破方。大家從呢個名就可以聽得出，歲破方係同太歲正面衝突、正面相衝嘅位置。佢本身就係一種極為不穩定嘅氣場，更加雪上加霜嘅係2026年嘅三煞，即係劫煞、災煞、歲煞。呢三粒專門主管破財災歌意外嘅凶星組合，亦都恰恰落咗喺正北方，歲破加三煞。呢兩股凶險嘅力量搭加埋一齊，可以話係凶上加凶，禍不單行。好多對風水略有了解嘅朋友都知道一句話，叫做三煞位，宜靜不宜動，宜向不宜坐。呢句話係乜嘢意思呢？就係話三煞呢個方位，你可以喺遠處朝向佢，但絕對唔可以坐西喺呢個方位上，更加唔可以喺呢個方位有大嘅動作或變動。所以2026年嘅正北方最忌引嘅就係一個動字。如果連屋企嘅正北方啱好係施工地盤，外面有打鋼、有挖掘，或者令自己屋企正喺度對正北方呢個方位進行裝修翻新，又或者呢個方位成日有大嘅噪音震動，例如近住電梯槽、近住馬路，咁就要格外當心。呢種動嘅氣場會好輕易就引動歲破同三煞嘅凶性，好容易導致屋企出現破財、雞損、投資失敗嘅經濟問題，或者係引發官非素善、口舌舊粉，甚至係家中成員發生意外嘅碰撞、跌倒等傷害事故。另外，從大嘅地理環境嚟睇，2026年南北呢條中軸線都唔係太平安。無論係從元凶嘅利器嚟睇，定係從太歲同歲破嘅沖剋關係嚟睇，呢條線上嘅氣場都處於一種非常不穩定嘅狀態。尤其係香港呢種高樓大廈林立、南北向樓宇南次逐比嘅地方，好多住宅嘅窗或者大門都啱好開，喺正南或者正北受到嘅影響會更加直接同明顯。好多知名嘅風水師傅都喺公開把兒反覆提醒過，今年下半年大家要盡量避免去自己出生地嘅正南同正北方旅行出差，尤其係唔好去嗰啲地勢險峻、人潮擠擁嘅地方。出行一定要將安全擺喺第一位。咁正北方歲破加三煞應該點樣化解呢？化解嘅方法同正南方有相似之處，但則重點有所不同。因為呢兩個方位所面對嘅煞氣性質唔一樣，正北方嘅問題核心在於衝同動，所以喺處理上，我哋嘅核心原則係以靜制動同以金化煞。如果正北方係寧家大門，係呢間屋納氣嘅咽喉，咁我建議寧喺今年下半年盡量減少開啟呢道門嘅次數，平時最好鎖咗佢，由側門出入。如果條件所限，大門一定要成日用。咁建議寧喺大門內接鋪一張灰色或者白色嘅地體。灰色同白色五行都屬於金嘅能量，可以有效咁化解同緩衝歲破同三煞帶嚟嘅衝擊力。同時，寧仲可以喺正北方擺放一對銅貔貅。貔貅係龍生九子之一，有嘴無光，專門吞食邪氣、招財進寶，係非常靈驗嘅歲獸。銅製嘅貔貅唔單止能夠鎮能邪煞，其材質屬金，同樣能夠起到食土化煞嘅作用。寧都可以簡單咁擺放一個金屬嘅擺件，或者一個銅製嘅平安鐘，利用金屬嘅肅殺之氣嚟調和呢度嘅躁動同唔穩定。總而言之，對於正北方，我哋嘅核心思路就係一句話：下半年宜靜不宜動，低調為上，安穩第一。講完南北呢兩個中軸線上嘅大空方位，我哋再睇下西方喺2026年後半年嘅風水版圖入面，正西方同樣唔係一個可以令人放心嘅方位。今年三碧祿存星飛臨到正西方，三碧祿存星喺元凶飛星入面係一粒是非星，佢主要掌管嘅係口舌是非、爭鬥、訴訟，以至係盜賊。
呢粒係一粒非常容易引發家庭內部矛盾、夫妻感情失和、職場小人、當道同官非素賤嘅凶星。諗唔諗下？如果一家之中夫妻之間成日因為雞毛蒜皮嘅事嗌大交，父子之間、婆媳之間矛盾不斷，你頭家仲可以安寧咩？如果職場上令辛辛苦苦做出嚟嘅成績俾人搶走，仲要成日有人喺老闆面前講寧壞話，着寧小孩，寧嘅事業仲可以順利咩？如果呢啲情況最近喺寧身邊頻繁發生，咁寧就要好好檢查下寧屋企嘅正西方係咪出咗問題？特別係從義理嘅角度嚟睇，正西方屬於誥卦，誥卦喺八卦入面本身就代表口舌，代表少女，代表喜悅，但同時都代表咗毀折同是非。而三碧星呢粒是非星飛臨到宜卦嘅方位，喺風水中呢個就叫做凶星入本位，即係凶星落到咗佢最中意，亦都最能夠發揮破壞力嘅地方，呢個會令是非矛盾嘅能量得到最大程度嘅放大同激化。如果呢個方位啱好係客廳入面嘅梳化位，係家人每日聚埋一齊睇電視傾偈嘅主要活動區域，或者係書房入面書台嘅朝向，係令每日伏案工作嘅地方，咁呢種口舌是非嘅磁場幾乎就係無可避免嘅。佢會好似慢性毒藥咁，一滴冚污令家庭嘅和銀同行業嘅根基。另外，三碧星喺五行上屬木，木嘅特性係生發向上，但過往嘅木就會變得固執好鬥，爭強好勝。所以喺化解三碧星嘅時候，我哋同樣唔可以同佢正面對抗，而要採取疏導嘅策略。五行中木能生火，即係話火可以熱掉木嘅過剩能量，將木嗰種生硬固執好鬥嘅特性轉化成火嘅文明、溫暖同光明。所以化解三碧星最簡單有效嘅方法就係用火嚟熱木。具體操作起嚟，我哋可以喺呢個正西方位多擺放一啲紅色嘅物品，例如話喺牆上面掛一個紅色嘅中國結，喺梳化上面放兩個紅色嘅攬枕，或者喺櫃上面點一種紅色燈罩嘅台燈。呢啲紅色元素就好似俾一個躁動不安嘅人一杯清涼嘅茶水，能夠迅速平息佢內心嘅怒火同爭鬥者。但呢度要同大家提個醒，我哋只需要少少紅色嘅點填就足夠啦，千祈唔好成間房都搞到大紅色，一眼望過去都係紅色，否則火氣過盛，物極必反，反而會引發新嘅問題，例如脾氣暴躁、心浮氣躁、失眠多夢等等。用少少紅色嘅巧勁就能夠達到四兩撥千斤嘅效果，將是非爭鬥嘅負面能量轉化成和諧平穩、積極向上嘅正面氣場。同時大家都要記住喺正西方呢個方位。今年下半年切忌擺放任何綠色嘅植物，例如綠蘿、發財樹、富貴竹等等，因為綠色屬木，擺放植物就係喺度幫三碧星加燃料，會令木氣更旺，是非亦都更多更盛。接下來我哋睇今年下半年第四個需要我哋高度關注嘅方位，西北方。西北方喺八卦中屬於干宮，干為天為父，代表嘅係家中嘅男主人，即草以長輩，同時都代表權威地位、領導力同行業運勢。可以話西北方係一個家庭嘅天花板，係頂樑柱所在嘅位置。呢個方位嘅風水好壞，直接關係到一家之主嘅事業成敗同身體健康。而根據2026年九星飛宮嘅軌跡，二黑巨門星喺下半年飛臨西北方。二黑巨門星又名病符星，顧名思義，佢主管嘅就係疾病傷痛同衰弱之氣。呢粒星雖然冇五黃連炭星咁猛烈咁具有毀滅性，但佢嘅特點係漫長、持久、陰鬱，好似慢性病咁，慢慢消耗人嘅元氣同健康。呢個就意味住今年下半年家中嘅男性長輩同直挑二嘅身體健康運勢將會面臨比較嚴峻嘅考驗，
尤其需要重點關注嘅係肺部同呼吸系統，因為乾卦對應嘅係人體嘅頭部、骨骼同肺部，同時由於二黑星屬土，而土喺中醫對應嘅係脾胃同腸道，所以都要特別留神腸道消化方面嘅問題，例如腸胃炎、消化不良、便秘或者肚神等等。好多中老年男性平時唔注重體檢，小病小痛中意死定，呢個喺今年下半年係非常唔可取嘅。不過大家亦都唔使過分驚慌，從五行生剋嘅角度嚟睇，二黑星屬土，而西北方乾宮五行屬金，土能生金，即係話乾宮本身嘅金氣可以熱掉一部分二黑星帶嚟嘅土氣，所以佢嘅破合性喺理論上會比五黃煞細一啲，但係即使係咁，我哋都絕對唔可以掉以輕心。尤其係屋企有老年男性或者有長期慢性病患嘅觀眾朋友，呢個方位一定要處理好，處理到位。對於西北方嘅二黑病符星，佢嘅化解原則同正南方嘅五黃煞係一樣嘅，都係以金食土，二黑星屬土。我哋要用金嚟熱掉佢嘅病氣。我個人最推薦嘅方法係喺西北方坎掛一個銅葫蘆。葫蘆喺傳統文化入面本身就係福籟嘅象徵，同時因為佢口細肚大嘅形狀，又具有收煞納氣、化解病災嘅神奇功效。銅製嘅葫蘆更加係五行屬金，係化解二黑病符星嘅不二之選。除咗銅葫蘆之外，另仲可以喺西北方擺放一個金屬嘅鐘蠟，最好係嗰種有規律滴答聲嘅機械鐘，因為規律嘅聲音能夠穩定氣場，而金屬嘅材質則能有效咁化解病氣。另外，同正南方一樣，呢個方位都絕對唔可以動土，唔可以有大型嘅裝修同變動，同時都要避免擺放紅色嘅物品，因為火會生土，會加重二黑星嘅病氣。呢度要特別提多大家一點，呢個方位唔可以擺放魚缸或者水種植物，因為水雖然可以生木，但喺呢個特定嘅組合入面，水會熱掉乾宮嘅金氣，金氣一旦被削弱，佢就冇足夠嘅力量去克制同化解二黑嘅土氣啦，反而會令二黑嘅病氣更加旺盛。保持呢個方位嘅乾淨整潔至關重要，千祈唔好喺度堆放雜物、舊衫、舊電器等，否則污野之氣會加重二黑星嘅病氣，對家中男主人嘅健康造成更大嘅負面影響。如果屋企嘅大門或者主租室啱好位於西北方，咁就更加要注意以上所有嘅事項。我哋再將今日嘅重點內容快速回顧一遍。正南方五黃年塔星會合太歲，呢個係今年最兇嘅方位，我哋一定要用金屬性嘅物品嚟化解。正北方歲破會合三煞，呢個方位最忌唔動，土同燥陰，我哋宜靜不宜動，同時都可以用金屬性嘅物品嚟調和氣場。正西方三碧祿存星主是非口舌，我哋可以喺屋企擺放紅色嘅物品嚟熱掉佢嘅木氣，但切忌擺放綠色植物。西北方二黑巨門星主管疾病同傷痛，我哋同樣要用銅器、金屬物品嚟截掉佢嘅病氣。東南西北四個正位，今年下半年全部都有兇險，家家戶戶都避唔到，走唔甩。呢個係2026呢啲孝賁年風水佈局嘅重中之重，千萬唔可以掉以輕心。講到最後，我仲要語重心長咁再提醒大家一點，我哋學習風水、了解風水、運用風水最根本嘅目的係乜嘢？係為咗退吉避凶。但係喺好多人心底入面，一講到佈局，第一反應總係諗住點樣催財、點樣旺桃花、點樣升職加薪。呢個當然冇錯，追求咁美好嘅生活係每個人嘅權利。但係我想請大家記住一個最重要嘅先後順序，就係喺任何時候，我哋都要先避凶，然後先至可以去圖吉。呢個就好似我哋要去打仗，首先要做嘅係千堅固自己嘅城牆，
保證城池唔會被敵人攻破，然後先至可以考慮點樣出兵去攻打敵人，去佔領新嘅地盤。如果屋企嘅空位都未處理好，各種煞氣、病氣、晦氣喺屋企四圍流離，寧擺幾多催財物品，幾厲害嘅旺運法器都抵擋唔住煞氣嘅正面衝擊，反而會因為能量場嘅混亂而適得其反。所以我喺度第三次向大家強調，2026年下邊年化煞係我哋嘅第一要務，係壓倒一切嘅中心工作。今日嘅分享內容信息量非常大，關鍵嘅知識點非常多。如果您覺得有用有幫助，請你一定唔好離呀，用您發達嘅金手指點個讚，並且將呢條片分享俾您身邊嘅親朋好友，特別係嗰啲屋企正準備裝修或者有老人細路嘅家庭，呢啲風水上嘅禁忌同化解方法對佢哋嚟講真係太重要啦。可能零一次隨手嘅轉發就能夠幫佢哋避免一場不必要嘅災禍，挽救一個家庭嘅平安同幸福。同時我都非常歡迎您喺留言區留下您嘅意見同問題，話俾我知您屋企嘅呢4個方位分別都係乜嘢功能，係大門、係西室、係廚房定係廁所。您有冇遇過因為方位唔好而引發嘅煩心事？我會親自揀選一啲有代表性嘅問得詳細嘅問題，喺之後嘅節目中以專題形式為大家逐一解答，幫大家排憂解難。最後我希望大家都能記住並贊行。我成日講嗰句話，心懷善念，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加上風水嘅合理佈局，我哋一定能夠逢凶化吉，遇難呈祥。居明風水堂喺度祝所有嘅觀眾朋友喺2026年下半年都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圖家幸福、萬事如意。如果大家中意我嘅節目，請務必點擊熒幕下方嘅關注、按鈕同埋打開小鈴鐺，咁樣令就唔會錯過我將來為大家帶嚟更多更精彩、更實用嘅風水命理知識啦。多謝大家嘅收看同支持，我哋下期節目再見。